嗱，其實咧今日咧我就試咗部 E-Class 啦，但係咧我就覺得可能佢係入門版啦，咁就馬力就比較遜色咗少少。但係佢嘅可取之處咧，就係佢裡面有一個好大嘅12寸嘅螢幕，好清楚，可能有地圖啊，同埋有啲function 啦。咁例如係佢嗰個輔助系統咧，都好清楚、好清澈，可以 display 到。咁揸緊車嘅時候都會好清楚可以睇到。另外咧，佢嗰個司機位嗰兩個seat 咧，咁好包住我嗰個 body。咁雖然我咁瘦，但係都可以感覺可能掟彎嗰陣時候咧，都覺得佢係比較穩陣咯。嗱，頭先咧我就試咗佢哋嗰個自助泊車系統啦，有個可取之處咧，就佢而家呢一個泊車系統咧，係踩油同埋踩 brake 咧，都係由架車自動控制㗎啦。而比起上一代嘅自動泊車系統咧，佢係先進咗好多嘅。另外啦，佢裡面咧有一個暗燈啦，其實係一個裝飾燈啦。咁佢有64種顏色咧，可以俾你揀喎。咁我梗係當然選擇咗我最中意嘅粉紅色啦。其實好多朋友咧都會成日問我點解我咁中意賽車。可能賽車俾到我嘅感覺就係喺賽車嗰段期間可以好忘我咁樣，拋低晒所有煩惱啦，咁去好專注咁喺個比賽裏面咧，專心希望攞到最好嘅成績。所以喺來年我亦都會繼續去比賽啦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啦。